打送，打爽。我想问，是不是有点色色的？不能啊！耶！好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汉语班享受哦。今天的主题呢是一个字，叫做打，打人的打。游戏规则：答题节目组會本下口語堂下格斯，韓國本裏邊同佢那嘅用法同意思，演出題就第一款，上來問你係基本嘅漢語係輕鬆咯。好，来第一题，打麦，我觉得很像日文。打麦，すみません，打麦。你看得懂吗？打脉，脉搏的脉这样，通常是脉搏或是中央山脉那个 nerve 吗？那个哦麦。这对他来说太难了吧？中文字我已经看不懂，要怎么去猜客语啊？打好 relationship， 打好关系。我这是按摩，经络按摩，这打脉，你的脉搏在这里，打脉。要生成那个油精还是打麦？这个卖一个想罐头法吧，卖个罐头，没有，那你想讲的是什么意思？卖个罐子，卖个罐子。我懂了。哦，这样子而已哦。对，卖个关子这样。好，我们从教客语变成教中文、教华文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依照惯例，我们会有提示。等一哦，这跟下，有关系。是不是把脉呀？看病打麦，监听心跳。我这个很跟打疫苗。好，那我要公布答案喽。答案是把脉。监听心跳，我们可以算接近吗？这样也算是监听监听心跳，好，算接近的好不好？耶！打骂。打骂，对，接下来进入第二题。哇，这个打送，打爽。我想问，是不是有点色色的？不能啊！就是享受。我觉得运动很接近耶。我觉得字面上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。字面上对，参考提示。哦 OK。逆饭团，而且有海苔6折，打折爽啦，好爽哦！就写了一个类似的，但不是完全一样的，就是杀价，打爽其实是浪费的意思。哎，哪来的意思？客语的打送，你们可以从一个思路，就是打是买的意思，然后打爽就是买爽，那你买一个爽是不是就浪费？哦，怎么这么浪费？天哪，这个要跑到另外一层去想。打送。大送，好，下一个这是不是很常见啊？很长，打嘴鼓超长。很像情侣在吵架哦。对啊我们起来对不对一起打嘴鼓一下，就是 couple 吵架。完全不一样。我写 B 把这个哇！哎，他的这个嘴骨哎，嘴鼓哦，真的对嘴骨，教育不要为了你改哎，因为你才是标准答案哎。对嘛？有人答对吗？没有人答对。我们有提示，啊！这个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，这个。亲亲，樱桃小嘴，喝一口，一起来打嘴鼓。对，小酌一下。我想这是聊天吧，因为你2个杯子就是边喝茶边聊天。我觉得璀璨太厉害了，恭喜璀璨答对。为什么我们会放茶杯？就是因为通常客家人在打嘴鼓的时候都需要有茶，我们常会说吃茶打嘴鼓，就是喝茶聊天。打嘴鼓，打嘴鼓，最后一题，打眼，拐，走路拐到那个拐，哦，拐，上一题的逻辑就是嘴就是聊天，对，眼，把妹，我的应该是比较放电抛媚眼的那种感觉，就是直接放电了。我是看了，你是直接放电了。对，就这样，哎呀，你就要抽象一点，等或就是等到变老那种。好，我要公布答案了，好因为有人答对了。哦，答案是谁？你，关关，算我吗恭喜关关答对了。我只是把妹了，你是直接放电了。大念怪。大念怪，好，那我现在想要请大家示范一次大念怪的表情。打眼，拐，好丑。
等一下，这个我还是不懂，这个延伸是要干嘛的？抛媚眼，抛媚眼，你在夜店绝对不是这样子。啊，我们就不会啊，我们就错了。你不是等下来，你现在在夜店，然后看到喜欢的帅哥来了，帅哥，就这样而已啊。眼睛要眼拐眼睛已经就是这样。啊，文化就是美国的 star 是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分数结算出来了，我们恭喜今天的最高分是关关。行業班上所歡迎來到我嘅芭比巴士入邊有 coffee、有 tea， 還有米。教你講行業，好，冇聲，好。出家打出家，唔是驚行業講唔好，先生唔會打你。唔過打一隻事呢，啲行業要同到攏打有關係呢。教大家提隻打麥，打麥係乜嘅呢？行業嘅打事咧，嘅後背接嘅事吼，就係重要嘅意思。嘅打可以講吼係名嘅意思。反而個把脈、打脈，聽講吼，當到嘅重意思啊，上到當研究呢。我想可能我有乜嘅偏，我就算冇偏吼，我沒有想到自己有偏，我一般佢打脈一下，看幾隻重意思去研究嘅打脈。接下來係乜嘅兩打有關係呢？打爽，唔過我先同大家講一下，打咩做得用來講，打酒以前講係買酒，有人講買票，有人講打票，估數一下，打爽打半爽，唔過兩個正經打冇用，打爽就係獨浪費，冇看到東西。窮樣嘅行去真買，實在很打爽哦，冇真買誒，唔講係幾健康。按到東西，唔過對爸比來講唔會打爽，因為多買幾兩嘅心情就會動好，故錯唔會打爽。打爽，接下來教大家。打追鼓就係你記我記，分享大家根本日發生乜嘅事情，我都打追鼓。等下大家來有冇卡？打追鼓吼，打追鼓。前後一句，打眼怪就很有用哦，係讀到中醫人哦，記得。打眼怪，啊你做得冇？我比打眼怪還較定一樣冇？打眼怪。哈扣，接下來恭喜我們的客語我不熟，就是我們的 CCY。來下港語，可是不同地方的語言版就會有點不一樣。是不一樣。我覺得我反而會用我的那個邏輯去思考，所以我覺得可能要跳脫那個邏輯。因為你出題給他們，他們也不會啊。我們下次來做這個單元系列。等一下，交換位置嘛，對。